感谢劳工的付出，嘛希望咱大家早日来度过疫情的冲击，恢复平常生活。继续要探讨的是，在上界艰难的时刻，各行各业要安怎转型求生？想要来打赢这场的疫战，除了靠家己，还阁靠团结。像台北网街夜市啊上款，本地摊商之间是互相竞争的对手，即卖是联手来推出着外送的服务。这条街啊，所有卖食的消费者拢通自由来选择，透过奶来紧家己爱食的餐点，大家安尼来合作，是要来保住着夜市啊的生意。另外，这个双城观光巴士的业者是号召900间相款的店家甲饭店的业者做伙来救观光。同这个合作，形成一股新的竞争力，是不是会当互大家做伙活落去呢？继续来看咱的对中报道，影响很大，公司就已经推了无薪假。三餐怎么有着落啊？房租啊，车子、银行贷款，烦恼说要怎么来啊？希望大家加油，让全球的疫情赶快结束，互相应用资源，大家一起活下去，努力加油！梦想商圈一起活下去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办理入住吗？对。今天的房间钥匙，祝您住宿愉快。我们推荐梯这边请哦。哇，这房间不错哎。我们出去玩吧。好，可以上车了。请问这有在做折扣吗？有的。那我们要一个这个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本来要出国，但现在没办法出国嘛，刚好从台中上来，然后刚好可以搭配饭店啊，还有一些餐厅有优惠啊，想说也可以力挺一下台湾内销。一个同伴拼观光2020年4月7日，双城观光巴士放掉，和相关代表宣誓看产业大串联，展现救观光的决心。你好，我会更较好。合作无疑是新的竞争力，是倒一位企业主有强烈的求生意志，百度万难，筹造150间店家自救人命。你们还好吧？昨天的载客量有没有出来了？有。啊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增加。现在32个人。32个。那前天呢？前天47个。47个。抢救包车，北上双层巴士，游台北2天。那我们这次帮助了司机，帮助了商圈。帮助了饭店，加油啊！加油！我去停车场开会了，拜拜，再见，加油！争取合作。所以最近身体比较累，都去把关。对啊。为员工加油，嘛是为家己鼓励。这段日子以来，台湾观光巴士总经理齐浩元，脚踏实地找商机，嘛找商机。我们双层巴士想发行一个3年的纪念券，
那凭券呢想要来这边消费，我是希望说你们给来的客人一个折扣。感谢徐总的邀请，拜托，请让我们永康国际商圈也能够一起加入，团结奋战，对，力量大。谢谢。已经超过60岁的7号湾，将要30多档，经过921SARS，伊表示讲，今年是上艰难的一阵。以前天天一天14台去9份，每天10几台去9份，现在都没有了。车子停在这边还要付租金呢。7号湾旗下租车公司有游览车、航空巴士、客运、商店巴士等等，一档的营收是5亿2千万，第一业界是前5名。即马了解真惨，每一天的亏损是50万，到底是要继续挣，还是要倒呢？就以租车界老将2面折磨，一直到这刻，伊才下定决心。过得去吗？可能过不下去了。那就是说，孩子的学费啊，还有一些贷款啊，那个房屋贷款部分啊，确实压力很大。商量一下，能不能给您先预支2万块钱，要不然的话，生活上过不下去。老板才想和你借钱呢。唉，最主要就是我又一直想，员工，那我现在不照顾他。我如果有一个很自私的心理，那他可能就是没饭吃。300位员工背后有300个家庭，是7号湾退落去的原因。因此，伊放下伊的身份，甲民主单调，老民救来去找饭店，和商贩合作。其实我这次做这个活动，最主要的是告知我们要团结。伊甚至发出600多字讨救兵的批，具体写出英文困境、联络方式等等，诚心向外界求助。6年前，那我进到台大 EMBA 去学习，同学一定会帮忙嘛。那么他看到我写的那些文章，很感动，他还问我说：“能不能转发？”我说：“转发可以啊，我要的是生意。”面对唔知影什么时阵结束的疫情，产业联手求生，也市外送自救。是啊，非常小，有客人订单进来了，所以我都要带两只眼镜来看到，一只老花眼镜，然后这个我这样才看得到字，它是送到桂林路。他要买什么？猪血糕乘以6只，然后蟹肉1份，猪血糕6只，蟹肉1个，请准备好，赶快拿来我这边。好，现在6只。猪血糕6只，蟹肉1份。OK。网家人用来点餐，网咖商贩对夜市头到夜市尾超过60档小食档，点1档、点2档，甚至是点几条鸡，经过整合，摊商外送员出车一抓，外送到府，每一抓运费只收严格来计算。你好，我这边是艋舺夜市，这是外送哈，然后收据就在这里面。来，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都跟我们联络哦。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我觉得这样子不错啊，其实这样子我们这样子也蛮方便的，这样也可以帮助摊商哦。附近龙山市的网家夜市，过去是观光客一定拢会来的所在。即马平常时暗时，生意真调是零零清清，摊贩无聊看手机啊，生意只剩过去的2成。但维护政府的纾困，因体认只有团结力量大，才会当伫疫情过了后存活落来。背后的推手就是伊会长陈志辉。平台外送这些抽成太高了，那我们这边又真的大家都没有生意，我才会想到说，不然我们自己来做外送，然后大家闲着坐在那边看电视聊天，也是这样浪费时间。我们是从4月10号开始第一天启动到现在。那我们平常日大概都说有20几单，那假日的话就双倍。也是相关会长换成做点餐员，当拢落伫伊的身上。请给我你的电话。
所以有时候我时常都会绕高去，绕高去就写唔到价钱啊，有时候都我自己亏本嘞。你这样要赔多少？有时候一天，有时候差个将近快100块，都是我自己要拿出来垫的。未来放假牙齿外送服务需要再进化，去设计一套 App， 下单的那个也会更方便。世界无黑暗的所在，只有无被照光的角落，当产业启动连接，跨越革命障碍，就会当汇聚更较侪能量，带来希望甲改变。伫绝望的谷底，危机就是转机，期待重新起步，再出发，度过千辛万苦的因，会行甲更较平顺，更较稳健。放假牙齿爱来洗哦，有好食的好耍的。大家祈祷这个疫情赶快过，加油！